10個女仔9個形勢，明明係佬，佢話唔係啊！嚟到胡志明旅遊啊，你會發現根本冇呢支歌仔唱，因為咧各行各業咧都好後生，嚟到呢度聞到空氣浸除啊，成個人都已經後生晒啦。咁落機之後咧唔使急嘅，專屬管家咧買撚好晒水啊，對撚好晒越南盾咧，已經等緊各位現組噶啦。3、4個死黨嚟咧，仲可以包車去邊度都方便啊嘛。咁直接入住市中心高層公寓先，環境好唔咁厭，帶10個人翻嚟開 party 咧都冇網管啊！掉低晒啲行李之後咧，奧黛奇行咧喺舊城區度兜幾轉先咯，同大學生傾多啲偈啊，成個人都後生啲啊嘛。咁轉頭咧再去打卡西貢最爆嘅帝王洗頭，啲叔父都話好嘅，差極都有限啦。咁晚黑飯路街幾個兄弟咧10幾蚊支 Tiger 咧又可以促膝長談啦。接落嚟嘅幾日時間，重點咧係參觀練歌房，感受越南金曲嘅魅力，然後網紅櫻桃海鮮餐廳咧咩蚌精蟹精啊嗲佢啦，最後啊肯定唔少得龍宮泳池游水唱 K 鍛煉肺活量啦。所以俗語講得好啊，做事退一步海闊天空，愛情退一步係人去樓空，精神啊！